态的事情，我有很多事情我也很想讲，我也觉得很委屈啊，可能也有不舒服的地方，但是我讲出来又怎么样？别人又不能体谅你，因为他没有在你的生活里啊。OK， 中间是灵魂嘛，然后他讲了一些他想要当成为主这样，所以因为他灵魂朋友说他是有主病，所以对于这个人其实我觉得我让你们想问这个问题，可是我真的觉得很难回答，因为每个人的生活状态不一样啊。搞不好他在他的婚姻里面他是想做这样的事情，但是搞不好我不是啊。然后我不能说他这样是对还是不对，因为我真的也不了解他们的状态。那其实我觉得像这种艺人的婚姻的状态事情啊，冷暖自知啊，他们自己知道，但是我们外人其实就是一个看客嘛，看他们现在是什么状态嘛，然后再残忍一点就是看笑话嘛，然后就是茶余饭后的谈资嘛。那其实真正的辛苦跟委屈不堪的只有他们知道，我也不知道讲什么。像我的婚姻状态的事情，我有很多事情我也很想讲，我也觉得很委屈啊，可能也有不舒服的地方，但是我讲出来又怎么样？别人又不能体谅你，因为他没有在你的生活里啊，那反而会造成可能别人的伤害，那何必？然后就觉得，所以我说我个人是处于比较沉默的状态，因为我觉得真的没什么好讲。对我婚姻失败，对我可能很多事情没有做好。那这个后果我承担啦，对啊。然后我现在就是重新开始，好好的，就是调整自己的状态，爱自己啊。搞不好哪一天我就可以遇到真爱。就被那个前经纪人对，他的事我们不清楚啊，就对啊，会不会不想跟他扯上关系？说不想扯上关系，名字可能摆在一起那种。可是你们还是会写啊，所以我写，我当然不想，我相信他也不想，因为这样好像感觉就是大家都停留在过去，没有办法再面向一个新的生活，你知道吗？对啊，那我想说头1-2年就算了，现在已经4-5年了，可以了，真的可以。韩娱离婚多少年？怎样？拜托不要，我宁愿你写我的岁数，好不好？写我几岁？现在写什么都要写几岁的韩娱几岁，这样，然后怎样？开头都是这样嘛，对不对？我宁愿写我几岁，不要再写那个，因为我觉得对方也有对方的生活，就没有必要再做任何的纠结。因为私下都是比较没有联络的状态，因为没什么好联络嘛。关心逢年过节关心，他又不是我爸妈，我妈逢年过节关心他。